上次喺復盤講咗要小心美股嘅下跌，今次美股真係跌穿咗位，究竟港股恒指跟唔跟呢？科技股有冇得做兩隻腳呢？或者係去片？各位觀眾、各位酸辣粉，大家好，歡迎翻嚟100%一周實倉復盤嘅時間。大家唔知有冇睇到過去嘅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嘅復盤呢？因為睇咗嘅話呢，你會見到原來孫子都真係可以 gel 下頭。我喺3月8號嘅時候講過一個好緊要嘅 point，就係講到原來美股有機會可能有金融危機嘅風險，令到大跌，影響港股。最近一個消息就係咁講嘅，一個信貸服務嘅一嚿叫私募基金啦，咁專門做啲信貸類嘅嘢，其實應該安全嘅表面上大家會將佢定義為叫 current asset， 即係個流動資產。咁但係咧喺2月份嘅時候咧，突然之間遇上一個好緊要嘅贖回，超過咗一個限額，個限額係7%，咁令到咧個基金不能夠被投資人正常贖回，令到大家會開始擔心有所謂信貸危機嘅情況出現，係一個好緊要潛在嘅金融危機嘅炸彈。跟住亦都講過3月15號嘅時候，恒生指數如果喺3月16至20號呢一個禮拜跌穿25,320點嘅話呢，有機會就要下跌嘅趨勢。今個星期非常之關鍵，講係3月16至3月20呢個禮拜，如果任何一日恒生指數再次跌穿25,320點或以下收，2日之內彈唔翻呢個位，恒生指數正式穿200天線，一穿200天線再跌穿埋條紅色嘅關鍵線嘅話呢，要非常小心，可能會咁樣就直接跌咗落去。咁啱喺20號嘅時候就係收緊25,277點，跟住禮拜一即刻出現暴跌式嘅急跌900點咁所以如果你係未訂閱，你未 share 俾朋友，好大機會你錯過咗一個可以最後逃生門嘅機會。但係唔使擔心，今個星期我繼續用好多唔同嘅數據同埋事實，同大家睇一睇，究竟我哋散戶呢一刻可以點樣救我哋個倉？究竟美團科技股會唔會可以做第二隻腳，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唔俾美股嘅急跌去拖累呢？咁呢個就係我哋每一週實倉復盤嘅時間，同大家分享。咁跟住之後亦都會講到我揸啲咩部位呢？有啲乜嘢可能可以做對沖，救翻我哋本身嘅持股呢？我哋今個星期即刻去片啦。2個禮拜冇睇過啦，原來呢北水呢又有端倪喎。北水呢3月24號啱啱個星期同埋上星期五3月20號分別錄得又係淨流出嘅力度今次不得了啦。媒體冇幫你講，但係孫子我哋有，因為喺3月24號啱啱星期二總共流出咗272億，比起上一次嘅273億係爭少少嘅啫。大家記得啦嘛？我哋之前講過，北水係我哋港股其中一個命脈，可唔可以撐得住我哋嘅港股就係靠北水好緊要。所以你見到北水竟然創紀錄，第二紀錄大流出呢，其實係危險㗎。就係喺星期二3月24號見到咁點樣撳嘅呢？你開富途牛 App 撳機會，跟住撳市場熱點，撳粵深港通就可以自己望到㗎啦。咁嘅情況，究竟港股我哋點樣算呢？恒生指數係咪真係冇得救呢？我哋先望一望喺夜晚嘅時候，講緊禮拜五夜晚27號夜期收嘅時候收咗係幾多呢？24,637點，亦都係跌穿咗我上次講過重要點位25,277點嘅。有個好消息係乜嘢呢？就係期指嘅下跌相對於外圍市況其實係冇咁急㗎啦，已經即係話跌少咗㗎啦。咁我哋啲股票救唔救到自己呢？因為大家都明白，今個星期啱啱個星期好多公司又公布咗業績，而其中我諗美團喺公布業績之前嘅爆升會好重要但係講美團騰訊同埋巴巴等等嘅重要股票之前，我哋先諗一諗，如果而家唔係淨係科技股，我哋有埋其他唔同嘅股票喺手嘅時候，可以點樣自救呢？我明白嘅，如果係我嘅話，我係幾年前嘅我10年前嘅我，可能我都唔能夠去即時做到一個叫斬倉或者離場嘅決定，咁我就會點呢？冇錯，我哋而家呢一刻21世紀呢個時代好方便，可以考慮對沖。分別我諗有3個產品我自己會留意嘅工具，一個係7500，
係對沖恒生指數相關持股，有一個好少人講嘅係7588對沖緊國指嘅下跌，即係話如果我有國指相關嘅 cover call ETF，如果我唔就係準備長期收息，但我又唔諗住賣出嘅話，我會考慮用7588去做工具。咁我防守位我擺邊咧？我擺1個5毫半其實唔係好遠嘅啫，10% 都唔夠。但我基本上已經可以確定，我揸住佢可以對沖翻，無論我自己嘅比亞迪啦，或者係講緊國指啦，我都可以對沖到。我希望先入於不敗之地。咁我點樣可以對沖到咧？其實好簡單，就係佢大約係2倍於國指嘅倍數啦。如果係 cover call ETF 嘅，佢大約係1半於國指嘅跌幅，即係國指跌10%，咁cover call 大約跌5%，大約嘅啫，唔一定係啊。咁即係話我大約要買幾多咧？我要買翻呢一個我自己嘅對沖，就係我 cover 翻個5% 嘅下跌。咁即係大約我只要買，大約我買當中嗰個部位 cover call ETF 嗰個資金嘅1/4，我就大約對沖到啦嚇。咁呢個係國指啦，仲有一個係科指嘅科指嘅7552。咁7552咧，陣間最尾復盤嘅時候都會講到，因為我自己又做咗呢個部署啊。好，咁講咗有啲咩可以自救之後就諗一諗，究竟恒生指數呢一個位邊個位穿咗之後好危險咧？冇錯，上次講嘅25,320點呢一個位係好重要，咁正式穿咗噶啦嚇。咁禮拜一嘅時候已經大幅跌900點穿咗落去，星期三彈翻上去，但你見到啦，最高係3月25號，亦都係北水咧24號創出第2大流出嘅時候，佢25號創新高創今個星期嘅新高。個新高咧就係25,390點，但你發覺收市嘅時候咧係25,335點，啱啱喺我嗰個重要嘅命脈多15點嘅。跟住禮拜四已經跌穿咗25,000噶啦，跟住禮拜五又再跌穿25,000。根據夜期嘅情況同埋外圍走勢，好大機會星期一會低開。低開之後我會點做？如果我有貨，我好大機會有2個 plan，一個 plan A， 我所有唔賺錢嘅持股我會全部斬，然後留現金為王。我自己嘅 plan B 會係點咧？如果 plan A 做唔出， plan B 就係頭先嗰3個工具，我會分別考慮我嗰個持股係邊3個指數係相關嘅，我要做對沖。對沖嘅多，即係個部位多定少咧，就視乎翻我持有嘅相關嘅股票係多定少。總之我希望就係用2倍嘅 idea， 但係諗到梗係騰訊對於科指嚟講，可能佢係2倍於科指，咁好簡單。我買幾多騰訊，我就買幾多2倍嘅反向槓桿，我就對沖翻相關騰訊嘅概念嚇。呢一個就係我會諗嘅嘢。咁好大機會禮拜一就跌穿24,800㗎啦嚇。一穿24,800，只要星期一、星期二禮拜一咧係期結嚟嘅。咁期結嘅睇期貨就睇下一個期貨。咁喺期結，如果期結完之後禮拜二即係31號都係24,800以下咧，咁恒生指數好大機會就真係穿咗200天線，就要穿落去啦。咁呢個就會係好危險。咁亦都無論上星期啦、上2星期啦、上3星期啦，我分別都同大家分享咗，我係好擔心個市場狀況，包括我好擔心美股可能有戰爭因素，再加埋金融危機，結合兩者，令到美股會急跌穿位，影響到恒生指數嘅表現，同埋香港科技股嘅表現，同埋港股科技股嘅表現，我係擔心嘅。咁我亦都喺前個禮拜喺唔同場合，包括1周實倉復盤啦、直播啦，甚至係 Yahoo Finance 啱啱佢哋就結束咗佢哋嘅喺香港營運啦，我都講到明，我係好擔心，所以我全部轉咗做淡倉。我諗我係最早嗰一個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做咗啲乜嘢嚇。咁我當然唔適合投資建議啦嚇，但我希望我嘅分享令到大家會反思，有另一個唔同嘅諗法去諗，究竟而家呢一刻恒生指數港股點樣行？我希望幫到大家嚇。咁呢個位咧，咁大家會問啦，究竟而家科指可唔可以成功出到第2隻腳咧？係，因為第1隻腳喺3月5號係出咗，啱啱4,796呢啲位彈翻上去，跟住喺今個星期啱啱呢個星期23號
去到27號又好似有一隻腳做到，咁下星期翻嚟可唔可以做翻第二隻腳咧？咁好簡單，我哋諗下究竟我哋嘅平台股同科技股點樣行，先知道最尾個定律係第二隻腳啊，定係穿第二隻腳？咁但係點數方面好簡單，禮拜一、禮拜二佢只要再次跌穿4700呢一個位，咁啊科指咧好大機會做第二隻腳失敗，咁我就會做翻我頭先講嘅對沖啦嚇。咁啊如果唔係佢能夠期結啦冇事啦，即係禮拜二31號又升翻上4850以上咧，咁仍然我覺得係安全，就有機會即係做第二隻腳啦嚇。咁啊好快望一望究竟當中嘅成分股有冇辦法令到我哋做第二隻腳？孫子大戶以兵法守護你嘅財富。如果想同我哋一樣用大戶思維學習投資理財，記得 subscribe 我哋同埋咁樣叮叮鐘啦。咁平台股嚟講咧，其實你見到有關當局好多唔同嘅文章媒體出咗嚟，就話我哋要反內卷唔好咁擠擁啦個市場。咁騰訊其實就冇乜受惠嘅，因為騰訊唔係當中好捲嗰一個。但係騰訊咧已經穿咗499蚊呢個關鍵位。ADR 時段咧直情再跌多6蚊，咁即係相對港股咧 around 係487蚊嗰啲位，咁即係正式跌穿㗎啦。所以如果騰訊除非喺嚟緊我哋下個星期，包括係3月30號至4月2號啦佢都仲係499蚊咧，咁就要比較要小心啦會再落去咁呢個係危險嘅。好啦，咁跟住重要嘅就係騰訊呢個位如果落咗去之後咧，因為下個星期五咧就係假期嚟嘅，由下星期五4月4號啦4月3號直到4月7號都係假期，有5日嘅長假期，所以任何過夜嘅部位我都會極度小心。我可能會寧願揸住對沖啦，或者係啲叫淡倉嘅部位，就唔會揸住正股咁多啦我覺得好小心。咁騰訊基本上我覺得比較差就係佢其中一隻，咁所以大家要非常非常我都會覺得好小心。咁所以頭先嗰點位失咗嘅話就好大嘅問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咧喺 BABA 即係美股時段咧又再跌多2.98蚊，咁基本上咧嗰兩隻腳咧就做唔到啦，即係巴巴係失守咗我哋個重要位，係呢個位咧邊個位咧125蚊基本上我哋呢個星期得4個交易日，佢上唔翻125蚊咧，巴巴確認咧第二隻腳失敗要再跌，咁點做好咧？頭先第一我自己會考慮相關嘅對沖工具Plan A 我又全部斬咗佢 ，Plan B 斬唔到我都會對沖工具 ，Plan C 我可能甚至係直接會考慮對沖工具可能 ETF 啦去做防守咁我會咁樣做。咁呢個位就要非常之小心，因為佢真係穿咗底啦就算有啲好嘅消息，都暫時好難去挽救翻佢升翻上呢個位置，因為呢個位置好差跌穿咗呢個位置125蚊。咁頭先講啦，北水本來就係科技股嘅大好友，如果北水都咁樣流出咧，冇人撐科技股咧，我哋好慘㗎咁但係我哋唔需要同嗰個股票談戀愛，唔需要同佢談任何感情所有嘢我哋都係一個交易我哋要獲利啦，我哋要贏錢。我哋好簡單嗰句，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如果層樓我哋知道真係有機會跌啦，咁我哋梗係要離場啦所以你見到咁嘅情況下，港股會唔會跟跌咧？你望到幾隻都跟咗美股嘅時段 BABA 跟咗，騰訊 ADR 跟咗咁所以平台股未必可能真係咁好。當然我哋好彩有美團幫手美團喺今個星期3月25號嗰一日嗰日成功地有大陽燭大成交撐翻起成個美團，去翻關鍵點85蚊呢個位置咁但係咧 ADR 時段咧你見到啦，亦都係跌翻1個2毫6，咁叫做回一回啦咁出個業績，咁美團業績咧其實對於個想像中咧係差咗嘅個虧損，不過由於佢嘅新業務，包括中東業務啦，同埋香港呢個業務 Kita 表現好好，因為26年。管理層已經講到明啦，好大機會唔再虧損。咁如果佢哋美團嘅重心
擺出海外，而唔係淨係喺內地我哋國家入邊咁樣有個競爭性嘅話咧，咁美團應該下次嘅表現會好翻啲。咁所以美團咧初步嚟講咧就反而好似冇咁擔心啊。但係個關鍵位係邊個位咧？其實喺呢一個位82蚊。82蚊嘅美團，只要嚟緊呢星期，就算港股再回、科指再回，佢都唔穿嘅話咧，美團大機會咧，暫時可能短線上邊唔再跌啦。所以82蚊嘅美團係好緊要。我都係做少少嘅短線嘅好倉，咁用衍生工具去做啦。咁我係搏少少反彈嘅。咁但係我諗大機會都要跌。不過好彩嘅係 ADR 跌1.4%，算跌得少㗎啦。咁82蚊係終極嘅關鍵位置啦。但如果呢個位置之後再穿翻咧，咁都唔係太好啊。呢個爆升呢個位就證明咗唔係大資金買貨，甚至係可能只係淡倉平個倉，或者係啲春江鴨試一試之後又再跌，所以82蚊好緊要。咁當然我未來點為止美團真係見底咧，能夠成功上翻92蚊或以上，但係嚟緊呢個星期個機會率好低。呢個星期我哋美團唔好太高嘅期望，只要82蚊守得住，美團就唔需要太擔心。你見到平台股嚟講，暫時居然係跌得太深嘅美團，可能有機會唔差。咁當然啦，仲有隻嘅，其實京東我哋喺前3個星期講咗啊，佢呢個3月6號呢一支大陽燭有機會叫做 engulfing candle， 亦都係白武士陽燭，有啲人講亦都叫做一支陽燭可能收升過個 V 型底。咁暫時咧，其實我想講咧，京東係叻仔㗎啦，已經嚇。JD 喺個美股時段只係跌咗1.48%。咁嚟緊啊，京東點先叫見底咧？只要佢唔好再穿翻109蚊收市，佢一路喺呢個位置徘徊橫行咧，咁京東有機會係第一個見底嘅相關平台股，咁呢個係好事嚟嘅嚇，好事嚟嘅。咁但係見底個過程好漫長嘅，橫行可能要超過半年啦嚇。咁所以純粹係唔再跌嘅啫，撐一撐。咁大家隻股票一定要講下比亞迪，因為我都有做一啲好倉嘅短線做操作。咁我係博過財報嘅。咁但係我財報咧出完之後咧，大家見到啊 ADR 時段嘅比亞迪跌咗5.42%，相對港股係跌咗9%，哇！呢個誇張到好誇張啊！呢個下跌幅度，即係話我哋一見到個機會啦，一去到星期一開始即刻穿100蚊嚇。咁我會點咧？咁因為我全部都係嗰啲叫做衍生工具嘅短線部署，基本上都係好難去賣出㗎啦，或者大幅折讓。咁我會俾最後自己嘅99蚊。如果最尾收市唔穿咧，我都應該會再持有住，博佢超跌之後可能小反彈。如果99蚊都要穿咧，咁就冇辦法啦。我啲短線，我啲嗰啲衍生工具，我自己都會買咗。咁點解比亞迪搞到咁樣咧？咁其實而家呢刻就成日都見到啊，港股一出咗業績之後，好多嘅資金反而會趁好消息沽貨，就係其實港股本身嘅業績好多都唔差。反而較差嘅美團，因為虧損多咗30億比預期之中，但係反而唔得。騰訊啦、阿里啊業績都唔差，但係反而就跌翻落去。咁比亞迪嘅業績其實都唔差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大家會擔心有個叫水平係乜嘢咧？就係覺得個研發投入就係遠超預期啫。咁但係我想淨利潤咧係好高啊，淨利潤係講緊326億，營業收入8040億啊全年。咁財務咧係更加穩健，現金儲備高達1678億。不過由於個研發收入達到634億，就令到同比增長7%，令到大家擔心呢件事嘅。所以大家要小心，比亞迪嗰個銷量咁暫時突破咗460萬架啦，就係全球車企係前5啦呢個留意翻。咁其實業務唔差，只不過累積嘅投入成本就太誇張，令到大家擔心啊啫嚇。咁呢個係比亞迪。咁講到咁多隻港股之後，咁比亞迪頭先講埋啦。咁你講個美股嘅外圍市況，就係美股外圍市況會唔會令到港股有問題咧？冇錯，係要小心嘅。納指係穿咗個好緊要嘅區間穿咗25,300到24,300，咁新聞就會講嘅，穿咗調整區間咁我覺得唔止穿調整區間嘅。直情係穿咗底個頸線咧，我哋俾條紅色線佢就係呢一條24,200
200呢個位穿咗，而且係連續2日，包括26號、27號都跌穿咗呢個頸線，呢一個情況係要非常小心同埋危險，亦都係recall 翻佢3月8號前3個禮拜嘅時候講，由於會擔心有美國銀行個私人信貸危機，咁詳細情況可以望翻上一條片去望一望，講咗好清楚。咁同大家睇一睇究竟 JPM 啦係下跌穿底嘅，有機會Citibank 啦都係比較差嘅走勢，所以望翻呢個情況就會見到市場上邊有華爾街銀行家其實開始擔心，有基金經理開始擔心私人信貸叫做 SaaS 企業嘅一個叫做私募貸款呢一個位，大家驚係會機會爆破，個規模比起08年金融海嘯嘅時候更加大5倍啊！當然今次冇用槓桿，但係今次唔用槓桿係問題係銀行有好多呢啲便利貸款俾咗呢啲私募基金 LP， 咁嘅情況下要非常小心，可能有火燒連環船嘅情況出現啦。咁留言同我講下，你嘅股齡有冇經歷過上次08年嘅金融海嘯呢？咁你入下邊留言咗之後，我就大家會喺下個星期嘅時候 turn 翻。如果大家冇經歷過嘅，可能同大家講一講之前嘅背景係點樣。當時08年跌幾多？我哋今次點樣面對呢個非常之關鍵嚇。咁美股講到呢度啦嚇，咁望埋，好快望埋個石油嘅問題。石油係見到喺我哋星期五嘅時候升咗7.88%，原因在於美伊嘅衝突又再加劇到點樣呢？講緊首都伊朗首都係被以色列嘅導彈嚴重咁轟炸，而且市場傳出美國有機會派遣陸戰部隊去伊朗嗰個位置。咁但係咧，好多嘅評論員啦，包括戰事評論員啦、經濟學家覺得美國同埋以色列係低估咗伊朗有導彈嘅唔同基地嘅範圍，低估咗基地數量，低估咗導彈數量，咁所以咧有機會有暗湧好大，亦都係講緊點解石油會咁樣拉升嘅情況呢個情況其實令人擔心因為佢又上翻100蚊。講緊北美嘅 WTI 原油已經上100蚊啦唔好講布倫特亦都上100蚊好耐㗎呢個星期，所以成個情況令人非常擔心同埋危險。而我哋最關心嘅機票會唔會貴？究竟我哋出行啲紙巾所有啲石油副產品會唔會貴？冇錯，係會貴咗，因為燃油又去到第3個高位啦 ，heating oil， 即係話你買張機票，好大機會入去日本嘅話咧 ，double 咗啦嚇。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可能我哋都要勒緊個褲頭面對股災，亦都唔好嗰個我又唔會加更加多燃油附加費去旅行住㗎啦嚇。咁呢個我諗大家都係一個日常生活入邊都好緊要嘅 idea 就係呢個。而你見到嘅就係同一時間美元指數又準備破一個今年嘅高位，然後 yen 又平咗啦 ，yen 又再破低位啦。即係話就算唔去旅行都好啦，我自己都可能會唱啲 yen 貨之後希望我嗰個問題解決之後，石油價格回落翻，然後嗰陣時可以有平嘅日元去旅行啦，咁樣去做。咁跟住去到我哋今個下半決啦，就係講緊冇錯啦，究竟我個復盤嗰個環境係點咧？啱啱嗰個星期，其實兩隻嘅一啲股票係賣出咗係啦。咁CF 同埋 APA 啦，分別講緊嘅就係兩隻，一個係化工股同埋石油股。點解賣出咗咧？純粹原來係因為我 set 嗰個推止賺 set 得太貼啦，所以就賣出咗。咁其實兩隻都仲係好靚嘅，陣間開個圖俾大家睇下，好靚嘅。根據我哋嘅 GPS 系統入邊，仍然係升得好勁。咁所以賣出咗係有啲意外㗎因為個止賺應該講止賺出得唔好，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咁快賣出咗。咁但係我都唔執輸嘅，因為我都即刻買翻兩隻對沖嘅產品，一隻係7552頭先講過啦，另一隻係 TECX， 佢淨係會對沖翻納指入邊大嘅科技股，淨係科技股啫，其他唔喺度嘅。嘅一個部署，因為大家見到啦 ，Meta 啦、Nvidia 啦、七雄全部都下跌嘅，所以 TECS 係對沖翻，叫睇淡翻呢一類嘅股票咁我即刻望一望，究竟相關嘅走勢係點樣啦好，咁呢個7552啦其實準備係要再升上去嘅7552。睇日線圖日線圖我哋嘅
區間準備加速向上，已經有個明確嘅信號見到㗎啦，係向上嘅。咁所以我會752，我會用1.663推止賺，慢慢推上去，就對沖翻科技股可能穿兩隻腳嘅風險。跟住我再有做咗嘅2SL啦，上星期咁啊睇淡白銀嘅，但係白銀今個星期比較反覆啊，曾經大力去到29-30蚊，咁但係之後落翻嚟，咁我都仍然會持有住，但我都減持咗少少啊2SL，因為白銀咧就唔知突然間咧黃金喺低位度彈翻上嚟，咁黃金點解會彈上嚟咧？喺4000，因為4350咧一個大位入邊好多嘅資金去撐住黃金啊，咁令到黃金升翻，白銀都升翻，咁所以睇淡白銀呢一個2倍看空嘅 ETF 咧就跌翻落嚟，咁但係我都覺得白銀應該今年嚟講未見底，咁所以我會中長線去持有住嘅。黃金我唔肯定4100係咪見底，我覺得初步短線嚟講，黃金4100嘅黃金期貨係見咗底，但係白銀咧應該今年係未見底嘅。咁但係黃金係短線嘅啫，我中長線見底咪咧，我要覺得要再睇一睇，跟住去到頭先講嘅 TECS 呢一個係3倍看空美國科技股嘅 ETF， 咁我自己係持有住嘅，亦都會推止賺噶啦，因為所有信號見到嗱，係下邊嗰個向上信號未出現嘅啫，但係差唔多出現呢個情況，見到 Meta 破底 ，Microsoft 破底，Amazon 穿頸線 ，Google 亦都係穿咗，咁所以我覺得美國科技股好危險。點解咁危險咧？因為大家好擔心 AI 嘅支出係多咗，而如果個情況係市場上邊唔減息嘅話，甚至係加息，美國大型科技股嘅融資能力變咗差咗，個利息要差咗，即係話佢個基本嘅財務嘅表現會差咗，呢個令到市場擔心嘅，所以我會考慮對沖咁解。咁最尾啦，望一望我之前意外打咗個止賺嘅 CF 啦，一路升上去，加速上升嘅，我嘅 APA 啦、石油啦一路都係加速向上升嘅，咁呢啲係，所以下次大家記得啦，如果 set 止賺嘅時候唔好咁貼我覺得要 set 遠啲就係咁解啦。咁之前講嘅 MPC 嗰啲石油股咧，其實一路升得好犀利，亦都係唯一見到逆市嘅奇葩，就係呢一類。咁3個星期之前已經講咗噶啦，所以如果你冇咁樣叮叮鐘，你冇持續關注我哋100% 每週實倉復盤嘅時間，你會錯過咗好多救自己幫到可能自己身邊嘅親人啦，同埋朋友嘅機會。咁記得啦 ，subscribe、share 同埋留言同我講，你08年嘅時候喺咪股市入邊？如果唔係嘅話，我下星期一定要講一講，究竟金融風暴同金融海嘯有幾咁危險。各位，我哋下星期再見啦。